台南新起的北區區政大樓位佇海岸路3段，是一棟地上4層、地下1層的現代化建築。外觀設計了真水，搭配白色的色調，展現政府機關新氣象。而且大樓內部不止整下公所甲戶政事務所，方便車公，嘛要設立公辦民營托嬰中心、親子閱讀區域等一站式服務。市長委託佇4月13號正式啟用進前，嘛展望順勢。這個費用不可謂不低，但是可以提供市民更便捷、更方便、更功能齊全、更區政戶政合一，讓公務員的辦公空間更好，民眾的洽公空間更棒的地方，我們也非常開心。那中間呢，還有這個公辦民營的這個托嬰中心也在隔壁，可以收托41位的這個孩子，所以旁邊又有國小，這邊是區政大樓，所以幾乎等於接近於一站式服務。雖然區政大樓曾經流標6擺，第7擺才決標，政府需要開3億5600多萬。不過市長表示，依照現在物價水準，同款的計數恐驚真歹標出去，所以感謝建築單位的幫忙，同時配合區政大樓的搬遷作業。原本北區區公所加府北戶政事務所對4月9號到12號攏全面暫停服務，請民眾唔通加走一逝。北區區公所跟北區戶政事務所即將在4月9號到4月12號停止對外服務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已經完成了新的北區區政大樓的新建，即將在4月13號在海安路3段789號新的區政大樓的新址開始對外服務民眾。原本佇巷內公所出入停車真無方便，新的區政大樓落成啟用，這是地方長久以來期待，嘛成為市政服務新的里程碑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